坏事做了哦。爱堂你你讲天亮了，请唔好处理。当当，阿表挂好来。哎，手机边还有东西喊吗？哎，上来去嘞。原来唔系地下跳架哦。唔知，唔系调价啦。我请迄本梦仙片嘅事情，请唔感恩，想为你弥补。我没系。其实我无卡同人道，做冇同乡亲讲，勉强很清楚来嘅。我相信唔系本期骗去咧。用问题。还唔是为咗200人班咩都安尼啊？还有呀，我弟唔懂善良，就是嘴里听听啊。人唔比，我差太多咧，我无应该安尼做嘅。合用个乖乖啊，利润唔是种下本爱。不过我也有股份，我哈希望哦，做得了成果，分享俾家己嘅乡亲啊。虽然哦，勉强系杂老嘅，不过有件事情佢讲都冇错，地方创生，哎，越多人参加，越好宣传。你係我老佢講嘅。按你清傻批张的模型啊！哦，不说，唔像上帝安咩生啊，生老七家好好嘅计划，本人破败就起咧。我呀哈老计划完本，去超乡亲，我同人道还有叮叮当当附近研发，妞诶。人道？人道咩啲吃做慢着来养鸡哦。佢係唔係味道？跟就公平竞争啊！哪讲县里总，上到哪边去啦？你会长给张拿打字？哎，然后总铺关起来咧，安尼有公平吼？有。我们都带现证的，也係切界。现真诶，混蛋抢黑味道。冇錄影嗬？啊？笨蛋搶黑味道，老牙巴上前彰顯嘅。無老實講，驚挨錄影。驚，我挨睇你好冇？經過一條事情哦，挨點到想挨攞地方創生一件事情做好。從細到大，挨做冇順勢，冇一件事情成功。不過一擺哦，挨知道一場有一時嘅機會，做得為求條理做掉嘅事情。其實，挨這樣是去台北，你係想我重新開始，冇想到還係比比當魯蛇。將來有算魯蛇，其實我當佩服你，經過一條事情，還做得企出來面對。我唔頂嘅，
都在真的弄，来讲伊弄啊。其实，我当很羡慕，讲的迄台北，就做得迄台北，像我就无可能啊。我想到我爸爸一定唔会同意，我就放弃咧。我同阿爸讲，娘袂伫，伊会答应我啊。讲都唔是讲，除非像我妹妹安尼离家出走，无我伫某行哦，乜个事情都会通我爸爸嘅。我真系真冇勇气离开嘅你，我讲路哦，我一枪比你喊卡路哦。你讲伫我妹妹同你弟弟乡下？哈？你某蛤蟆该同你弟哦，实在很精彩哦。我就很想我妹妹想安尼啊，想要做嘛该就做嘛该。伊态度是和我阿爸讲演到还小奶奶。那不管也管不了。我弄每个太鼓，我更严肃你。我演到咩滴哦？我讲啦吼，甲曼泽兰手只人家下讲个来做，先来了。因为我卡发生很多事情。鼓手意思是无给你讲，不过哥，跟小恩嘅反应，鼓手唔比爱娘会讲，错冇？很会讲啦。你讲想用上峰高中见面，过2年哦，转去沃卡同爸爸和姨父讲，该老你天数。老家子冇事情啦，就穷酸的丢来丢去啊。韩哥，唔同你很两三年起家嘅事情，我幸福哦。姐，今天咪我结婚，我同人到哥先家里20万，出去拍婚纱嘅就以为冇嘅，很准时，唔是拿去啦。唔是啦，唔起家留点，台北嘅钱，姨父有同我天数啊，也下提防创生供佛嘅事情哦。娜娜咩向天数沟通咧？我想应该做得继续推通。唔同娜娜一起合作咧？用的哦，伊本单就唔系坏人啊。韩国伊咪诚心希望提防创生，做得天数也比较向前。人都按有钱咯，做底哦，就留给家就好了。唔今后不要去讲啦。啊，这还有哦，你讲目前我上峰高中讲，现在会留去结婚哦。乜嘅意思啊？你讲吃家约见面吃饭，2片都冇给去见面，就生米煮成熟饭啦。唔确定。真三岁。过来，七战4胜。七战4胜，我迄个阿球讲无，手看压走。
喂，送来嘅本票，哪本啊？哦，阿 Q，家家家姑就冇为难人的啦。哟，你用咩啲啊？件事情啊，唔记得无言嘅来深巧系嘛？唔系啦，我是乱讲哈，莫加威啊！一件事情来无关系。我抢村北公庙遐去嘅土地处理好，我就好势咧。根本唔是李乡人啊！记条有证据嘿，啊，我也去合法买卖，好冇？然后记得要说一切假人，唔是安尼嘛？用嘿，唔干顶娘求对做马街，都推娘那麻烦钱啦。遐条土地冇处理好，我就穿冇口米秀，我穿冇口米秀吼，我就冇办法办美眼钱，我办冇美眼钱哦，哎，两啥一生你就会宽价嘅免税，对冇？很顺激动挨办嘛？条件。喏，抢伢爸，无路用枪飞讲听听啦，给用死，迄个显伢没搞问题，开机一下变做案，无好，俺们不是推伢就拔一条灾啦，你发动俺掉。根本冇咩都雄起，村前做得较正统地位嘛。爸，唔系讲前6亿钟情歌。應該係送杯哦，睇水球，當垃圾嘅天門個盾體，嗰兩個人啊，走去前前啦。呀，真嘅有人，我嚟，我接垃圾哦。有啊，動土哦，之前還有人點那個名床啊、碰墊啊、天絲啊，乜街東西都有人跌，韓國接床啊，好拜天人來跌。唔是平頭，清水球啊，係做呢種基本嘅能力好嘛？艾米，我從細看到睇，我清水球嘅功力，你唔會猜？爸，天風創新共逢嘅事情哦，娜娜講了一隻嘢吧，我哋哦要2億，就我去同鄉親講清楚誒。唔留娜娜。好啊。你係本命強偏氣咧，我手上係彌補啦。哎呀，嗰啲肯定虧錢咗我公安佬做乜嘅？哎呦，我留住出動，慢着人結巴唔會查。爸，冇聽錯，我哋變成條條你嘅天風貼色咯。我本來就是看他們，冇聽錯，一鄉親很感激，安尼就唔是賠無嘅金咧。既然個生意啊，冇個本人騙你啦。要俾人搞出暗檔人，點會暗號對付嘅哦？來喲，先抽茶。三條哥，整體看一下啊。哦，謝謝李總。哎，你睇看一下來。哦，等一下啦，我先同一隊卡丁嘅錢出來。做得咯，有執辦嘅 feel 嘅哦。冇啊，我真係冇地方去動車，做呢種啊，冇錢冇閒冇神法，我即刻落去做啲爽嘅啊，幾好。回春嘛。哎，阿娘老母係你亂望。廿兩日啊，點點冇消息，唔過佢身體吼動硬強，一定還會變鬼變怪呢。唔知唔知佢啊，後生嘅時節，愛到8日見面黃章視頻嘅4條架。我爸爸講，佢後生人啊，意思唔得，叫住變面聽人啫喎。個萬一佢死人都冇得中過卡，結果冇2年咯，就本人獲踢。整天連個卡都冇中咯，出入比美國4萬個月咧，一直到我爸爸過身嚟，佢爭中咯。唉，其實我對佢哦，你唔盼的，
如果按当年无去空海，咩无钱的啊？你去下落妹啊？係啊，人咩按用上啊？古說也咩都硬，唔用用板真好。唉，也知道佢一擺按用腦嗬，冇聽錯有人教嘅哦。咁你幾多會嘅？有可能哦。你人之前咩叫我挨批發工業去開發按細苗咩？因為人唔答應，技術人講嘅有嘅冇嘅。嗱，佢來早一擺嗬，咩落去要拔氣哦。哎呀吼，你家家當先哦，你搞低去哦，你死掉誒！呀，用乜㗎？我送把行業到一台，垃圾哦，行呢個衝過。係啊，我多啲行你用哦。李總吧，俺老妹啲八個喵來你當作嘅抗議股票呢？哎，两位辛苦了，来，你好，本年拿去吼，买凉的，买点船啊。太姐，冇需要嘅啦，哎呦，唔怕啦，唔是啦，哎，拿对啦，唔是唔是啊，唔是。哎，请问那南投研宁波无色系冇？嗯，还江小姐啦。哎，来，你来坐。嘿，啊，恁报告一下哦，你经过啦。唔是啦，你传本来嘅资料没看过啦。你要那个布条哦，冇好啦。哦，安样解释啦？台湾啊，当年取用人来布条，大家拄我去补图，佢安尼布字唔就按盆。苦手吼，多麻烦无色啦。那啲你的铁缝波纱轻有名声，到时都麻烦咯，弄个波头出来呢。连写嚟迄写嚟啊，唔过还会变心，验布真友好啊。唉，大人啊，拄你人来布条啦，咱加上嘅咩油，咱土铁嘅咩油，咩油名嘅呢，因为冇人要布。从查八公庙啊，国道3号起好。土山嘛，差了幾多件？唔敢有看新聞。還有一件吼，我係傾強用，咪喺件啲戲苗，後台自存將位樓梯透轉來。清明大洋館是張差苗，唔敢有看過一新聞？啊，无色啊，啊麻烦吼，弄个指点下啦。哦呦，爆點啊！有一種事情哦，就會比看慢年喺太面神。慢你剁唔掉，慢你手熟咧，請我係乜嘅事來爆料，咱們有爆點，咱們有效果啊！今日本你危害安算冇？真嘅。高雄。因为做哪？啊？发生乜嘅事？原來老年都市滅態啊！嘅細妹係幾多歲啊？27。咩 visa 研究好？你想乜嘅啊？你係安呢？做係愛去簽對方嘅家長參詳，我人家就雜交代。屌件乜嘅？嗱，要行文講到幾片？對方嘅家長係做乜嘅？服務業啦。今晚冇出嚟，你係應用緊嘅。係服務乜嘅啦？老年處理事情嘅。我係睇起來像做農民嘅人。你為想較好掉係啊？係唔係中年啊？中年。睇起來哦，一種有錢人來投資嘅，成個對方家長示範就啲了。咩好啦？我夾夾要哦，嚇。你哦唔較做工嘅，安尼對人家都失禮嘅啊！我哦以前按到個夾婆啊，直接去讓人家講錢嘅。
哎呦，咩好啦，做也可以亲近唔到一种平常乖乖掂掂嘅生意，冇事就冇事，一有事啊就太跳嘅。就幾多太條啊！佢是不你講到安呢？佢寫信啦，你先我做誒。姨母就已經愛結婚咯。姨母，請人家看日就看日嚟，過來約親家見面哈。好。我想到很简单。亲爱的，喊的好 boy。姐，我去说什么？懂村哎。哎呦，也不可跟景飞做爸爸嘞。真耶！做爸爸嘞。你谁神呐？花布条空衣，好啊，越乱哦，人越有机会。爸，无商业件事情，你会我安排好嘅。哎，俺是重用嘅名台呢，做嘛咩一种事情，外面也是问题一种 level 咩嘅。哎，唔係捱哦，3條白夾攏妹應創咗件冇錢，韓國談講土地超先買睇咧，係拿得年嘅天經，故所一下夾到尾時，唔買就係早起咧。爸，你有想過冇？你講你冇堅持曬苗，安尼3條8就會買起嚟啊！我去做嘛？冇吃到呀，下面都安尼，對大家都冇好處。我知道，迄講唔曬苗，3條8就會買起，韓國鄉親咩唔會經去主動哦。來人講，一件事情唔好插哦，一下爸爸搶存親民一鋪咧。爸，唔咩啲鄉親對北公廟就係有貼出嘅感情啊。故說3條8嘅體會買無，佢哋都主動冇切搞嘅事情。唔過唔敢有想過，迄講3條8老天買摕咧，唔限堅持曬苗，安尼壓力會轉到鴉片來哦。唔好好準備選舉，也無野事啦。我搶死了總部關起來咧，我會到法庭競選嘅時間才開始選，我會留大家公平競爭啦。唔係啊，迄選舉就去擺票，講好話一條嘅，勞公平競爭有乜嘅關係？法律規定7天以前才總得開始選。選辦法係計條無佇個選舉嘅公務人員聽嘅，老縣市根本就無強用。既然係立法畢業，你乖啊！文弟，老幾看好來，莫管佢亂咩。還有啊，前時間老愛強下一看太優，一擺佢處理嘅動好，去鼓勵一下，莫佢總係知道愛啲親家麻煩。好。天風創成嘅計劃，捱到無風險。不過合作嘅方式會有改變。捱到還會用萬澤蘭做染劑，一隻創意，一開始哦用藍染布料做宣傳嘅重點。迄個唔對，係上清捱到，將來商品賺錢嘅利潤就只有原本單調這個比例落去。過來會開發分種商品，不過搶我有本草商品係有藍染，唔會有觀光工坊咧。啊，你愛登記去山做對大哥，韓國剛好做啲保證，大哥。當然冇辦法保證啊，一出係調子呢。既然喺諗係到轉咗在面嘅啊，原來3條理總講嘅貨嘅就係件拖時間啊。唔係啦，迄個唔對哦，需要攞錢拿轉去，咩去做的？不過搶唔到本來一時嘅時間。嘅一時嘅時間係幾久啊半年，韓國希望做隻分期。冇可能啊！嘅用時候係捱條相信唔呢？錢係幾來哦？唔對就俾人騙錢了咩？家家根本你每一筆冇想去本唔對，存冇半線錢，怎想辦法彌補誒？當作係捱真冇係排一種奇奇怪怪嘅催眠，還會賠唔到錢。捱
唔過呐，依然哦唔會推人爸爸出面處理哦，我就會請我啊，我拿現金啊，睇下我錯冇？錯啊，就係呢，錯啊。哪有你這麼跟他們發條？皮澳洲去找訓導主任，俺手底記做後面這麼急救啊，今日還沒播影片30萬呢。我總得加入啦，不過我希望總得有詳細計劃和合約書。對啦，阿超哥，我會留詳細嘅計劃做出來，是乜嘢？不是，要去今年6營嘅夜市動灣。係啊，不是，你看事情都麻煩報道出來呢。我係啲項目呢，比遐一件事情，我唔買北港廟基地鐵，唔好嘅關係啦。唉，佢係太幼點下啲期限度一輪天買睇啦，冇多輪嘅乜啊，見天線啦，偷時間嘅事情全部賴不捱啦。我先轉去搶保沙嘅法務談困難啦。看案呢，咁正經係威脅，韓國啊老總變心參詳一下。看用嘅波圖怎麼本保沙有麻煩。好，阿弟，係有事，都麻煩咧。啊，錯啦，有事，今年啦，唔好挨今年，我知道真有道理呢。佢說我哋安順老七家佢做喺蘇開閘，講喺買地我留在北港廟啦。我哋攞來啊！做乜嘅？我唔哋攞來咧！你做乜開啊？按後蛋嘛，你老天公家大係嘛？你愛錯嘅做哪錯？我上拜夠嚴格啦，唔記得老太家講我係想法啦。迄買地都藏廟啊，迄無強用的啦。就算愛買地馬出用一種科技技術來辦做啊，都唔會送到嚟北港廟啊。有風啊！你有啲做乜嘅啊？哥，我哋上前講清楚啊，你唔好愛買地唔過唔藏廟。你講乜嘅？我乃是答應我老天買地。實頭，咱也講清楚當初係唔報紙唔買地。你看人老母要咩乜嘅科技前面，你看用辦啊？做乜呀？唔要按樣講啊！我兩樣人為到唔買地唔曬票，啲共同地留啲塊俾人，採咗無咁無差，咁有咩無看到啊？人老母推現狀啊！一下要問我唔俾人買地，一下要我欠了，天係你都講我嘅冇錯，唔過呢位陳田係向前的哦，你讓我講清楚。哎呀，做咩阿弟？佢說我真不想到慫養嘅方式啦。乜嘅慫養？我只講唔買地啊！你得叫我唔是啲條會做戲啦。我係做乜戲啊？我對你講啦，因為啲我買地都萬奈見天線啦，萬奈托死幾鴨啦，還危險嚟講做唔得買地呢，冇料到事情全部都係捱做嘅呢，各位鄉親啊，唔要看啦，唔要講啦，我抵咁做啊！我本太介意就結論題啦，我係媽啲北港面前主事啦，料到事情全部咩捱做嘅啦。乜人控下你讓我講清楚哦。我要請記者來啊，等事情播出來你都知嘅啦。唔過乜嘅，危險唔危險啊？我唔愛買地就唔愛買地啦。諸位啊，我老太家講，要接到民意代表，幫我壓你，我條條你開協調會，我都無插記得啊！我老太家講。哎呦，殺條吧！人家去翻用乜行咁講啊？人老人講，這種事啊，人家講下去做個開發案，人家就人家冇開，做黨嘅副你2年多你還冇少冇事，大概根本有聽錯係做戲啊，你哋話想去炒 TV 啊？我唔買地，我炒乜嘅 TV 啦？你冇愛買？個唔過人老妹要愛買啊？佢冇去炒咩？唔過佢要講乜嘅？科技炒咩？嚟老人講，你都
根本哪对讲好诶，调师做根本要出去啊！然后讲，你要听说我留嘅价钱还很多动工，你对啊？天啊，夹买万钱啊！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限切咯，啊娘，我还有那个好处啦。跳架，唔好諗動翻啦嚇！然後人講，但係講法真是動搖頭咧。你看啦，而家嘅乜你看5年啊，你裡面嘅出面嚟，嗰首財團走去嚟呀，賣天啊，嚟開發啊，錯嘛？唔講埋，嗌啊，嗌喺嗌乜啊？天嚟賣天嘅人，就想講一做啲物價哦，人萬奶嘅有嘅冇嘅東西做嚟稀啦，就係唔啱掉啊，唔賣天。好，嚟看人家就真係炒天皮啊！牙尾係上講，以後係要共一期，一天位當當嗰啲天然嚟煮嘅，係即刻提出嚟花錢嚟歸建拖房，一下都變嚟得個拖路嘅。唉，呀，為咗共一期係做得做乜計啦？要幾飛做咩乜嘅都冇人開人啊！我反對共一期開發案，係因為一規則計劃根本就係講法了嘅啊！咁咪，我本後生要進來，怎冇講應該進來啊？一下規劃嘅係啊，個唔因急中共一期啊！大家要看過規則計劃冇？嚇，韓哥啊，真好笑嘅係，起碼嘅成嘅態度，呢當然嘅風水蛋糕啊，唔條嘅阿公婆，都一本然譯出來，唔條點喎？根本就係幾條邊度春情，我鬼片天幕，勞動天冇辦法用啊！係啊，唔驚啊，全部都係假嘅啊！誒，幾日錢係咪幾錢啊？誒，你可以去錢嘅呢，係錢嘅經濟部來聽數啊！誒，係講其中嘅春節，都係萬大錢財團來聽數啊！大佬人講啊，佢下面係猜啲嘢啊，佢下面仲聽啊！那邊會支持開發案啊，那邊係冇意見嘅，但是啊，我們有反對嘅權利啦。傾一個條啊！大佬人講唔對啊，全部係為到壓榨。因為這叉條真係看攏無，啊，一粒叉要賣地，啊，一粒咧橋跳廟。啊！連開發就參入來，太精彩了。歹勢，啊，想叫你的怪獸誒。啊，就講迄個無要跳廟迄個查某人啊，愛叫我來啊，愛甲我保證講無要跳廟，我唔敢敢來。啊，無這八公仔咧，才敢跳，跳落去洗衫袋。講一句啊，我冇乜事，我仲冇參唔參與嘅問題啊。韓國共一期開發案，人家照程序嚟行。你干嘛我去看那里。我先生八公啊，我冇彩掉啊，我都唔興啊。我常常拍假精神嘅義務教俾我爸爸，結果我受到個暗失敗，我做一個理長，做唔得團結大家，我當結束，真嘅當結束。團結邊件事啊？我老人講啊，又係唔落。攞捱咗團結，唔係捱咗唔攞唔團結，好冇嚇？你真好掂掂咯！天黑牙我卡嘅，我唔係關唔乜嘅事情啊！就算炒鐵皮，咩冇牙事啦！我爸爸人較好，就算那本唔掉欺負係，就算你都冇做意見，冇關係。唔過我爸爸做按多嘅個理總咧，但佢同大家做理做嘅，唔掉咧，連基本尊重都冇係。幾啱樣啊？冇啱樣嘅啦，唔過唔掉真好掂掂哦。夜天係用捱嘅名定記嘅，記得邊個捱出無愛買，唔係話做唔得買，捱出去愛買啦。咪唔講做唔得參廟嘅出門掉看啦，呢樣誒，咪唔買啲參唔參廟，我偏要講一條毛，全都係捱嘅心情啦，好冇？好啊，老公啊，你太好欺負什麼？還有欺負我？我哋係廿爸爸嘅片嘅呢，我真唔撐嘅，橫出超莫夠欺負家家，點冇？好啦，大家放心，我家有問過怪獸太高誒，佢係本人上來做戲嘅，故實唔會參咩？你阿乜人唱嘅怪獸？也冇重要啦，重點係八公廟唔會差。好啦。也按照事情也下咩講唔清楚，大家就先轉去啦，好冇？先轉去食飯啦，好啦，先轉去啦。哦，冇事，排勢，先轉去嘅，排勢啊，聲音啊，
哥哥，过了亏待，阿伯讲费事的，唔家勇敢对伯哥，冇礼貌，乱讲话。来啦，哥，那你别看啊，冇解释啦，好起来啦。好来，万言危险啊！我报警。迄事情吼，嘛是要处理啦。王策哦，迄卖天的事情，结果拢会再交代啦。我老婆个高火本，唔好卖天啦。我迄款无二两样要伫做马街，偏马街我硬无无吃。我本来吼，我无好啦，我数年的天金300万呢，都要卖天啦。无卖天吼，都本来300万啦。无钱要唔卖天啊，才有我天天。哥哥，来坐。费事理哦。那不管，我通通都不接受。不管迄味道给你按布条的事情，也系马眼。医生来。反正唔要他迄眼嘅员工诶，眼高天天嘅老女酸。哈？唔抵慢着人要他迄眼出嘅钱。聊聊，俺不要约叮叮当当给骗了。起来咯。生意哦。杀条行路买假片，都是老几讲，辨识对一条新闻无兴趣就好咧。不过也，爱弟咧，其实讲请你爱照顾爱，大摆都上我的老爱天数，难讨厌迄个问一种经验的记者，唔知要变怎样的。也本生意呢，买饼买糖。你的
要同这句爱，有乜嘅事要等老外讲。係先你咧，好。乜嘅事要等老外讲啊？好，神忙嘿。来做嘛？李爷，我求因为处理麦天的事情，对家家家姑有点硬，想一请李爷让我求讲一下。都好，我要爱看牙婆，强下来去。文弟，大盆太优，显其转行不下顶啊。好。也在饭条堂啊，真有名，唔会太甜。阿婆啊，唔留点切卡斯啊。来。委员啊，年来出海，按下去中文咯。哎呦，你啊，委员，唔看啊，唔来，他又将会转来。唔喜爱看牙球，莫去威胁家家家姑，也下讲啊。唔喜用来做牙球，有影外神暗伤。歹势啦，美啊，俺唔知沿途的为做迄集啦。唔但唱迄句，连记者都来咧。我唱迄用掉的树团啊，我会想办法处理好。我无讲做唔得用树团啊，唔想爱用人的，我都唔怕。看唔爱眼镜降琴，管得酒水，甚至托付下机，我都无意见。不过一摆唔要到本人录音，还讲到送俾友人，迄样的啊？唔将手老外嘅名讲出来算咧。歹势啦，美啊，我唔知几杯吊桥咧，我请强啊！老外办事情嘅人讲唔迟，一早唔迟，两早唔迟，唔迟啊唔迟，唔迟过后，我无听错就本唔着要去坐牢嘅，唔中啥爱老外强下去哦。爷，我求老家家家姑，就会有得会硬天天啊，不过无得到嘅。唔用嘅位置，唔伫现场哦。我有头疼到。竟唔用嘅唔去主动野球啊，唔按相看佢去坐牢嘅啊。其实野球，咩係因为语言有关系，啊，如果有压力，真无想清楚就做啦。唔讲，继续讲。其实工业期开发，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我知道当真爽啊。迄讲委员知道我计划好，佮就开到底位说明会，讲到位成功的利益本大家谈，就唔是偷偷卖体，因为前面还要面对乡亲啊。MIT 敢有本银钱？本人嘅钱要比银行较少，还很有事钱。嘅老爷外甥讲啊，讲做对基督拜说明会、讲堂会咧。沿途诶，唔治好就莫讲嘅啦。哎呀，就迄北公庙嘅单位嘅铁有问题。啊！大家看到三条板无爱买，就停定无爱买，就系爱等起家人讲家事啊！啊，我去知道，迄讲工业区地区有一间北公庙，也唔会唔好啊！北公对乡亲来讲，当重要，比人又唔系唔低。我咩喺有想过老北公庙留地也唔怕。
不过大家都伫看杀条要样会做，结果杀条唔但枪唔卖，还嫌大家唔好卖，要到爱一定爱结北公庙，无一下向前，藏得唔卖嘅铁吊架咧，比四足体育场还较大啊，唔敢提。根本也唔表现嘅懂好啊！佮条向前去家己北公庙桥，唔开出来向大家散飞。既然爱嘅公堂费无人爱谈，佮就奔向前去家己吵，各种嘅伤就出来啊！爱嘅公堂费都无根本人北公庙嘅人按多。唐讲连严从国都去咧，真好啊！有严从谈嘅所在就有人咧。我就是上爱的因为劳工业区开发案未好来，就算向前都老多，我上爱事情，我也唔怕。我就是上爱留本南桃园一只礼物，我爱老人留得。我爱本向前有钱穿，对么？望年初我唔留嗰條天咩好來，財團嘅資金就會退出。唔對一下講西北公廟，咁又合理。我咩愛推嗰條買鐵鐵嘅人問一下，安尼咁又公平。我本單係針對太幼，一下既然因頭跳出來，我就針對因兩啥，我個講一擺，老我咩好嘅條鐵，無我就來拜託阿婆，拜託爺媽媽，都是佢條可能。就會對唔兩啥懂事懵我。還有，我用的知道唔對家家比對媽媽還較好啊。不管有乜個理由，對根本人起事，我都不准留佢天數。冇。我就唔會准到唔係出家嘅人，既然唔係出家嘅人，會用嘅唔係唔要求。土地嘅事情我會處理啦，要去10年後就抗愛掉嘅，冇亂咩下，糖油冇啦。要不然一條事情應該都係阿爸安排好嘅。佢其實就係愛北公廟附近嘅地，顧數家家出來獻嘅時間，佢就知道家家好好欺負，就當隻愛嘅變現金費，就會本家家養。愛係冇啲嘅上獻金嘅事情啊，也好買地用西北公廟嘅事情殘強下咧，變到真複雜。爸爸冇想買地嘅想法，當堅持。唔可聽愛安尼。唔係可以隨便做政客了，根本係愛嘅提親宴，結果唔愛留佢咩做鴻門宴。什麼組成手法啊？老娘好嘅啊！我係聽數啦，我真經想愛老事情解解決啊！阿伯，你欠嚟欠到咧。哎呀，爸。哎，好的，冇問到。你太小子唔輕聽，從細到大，乜嘅事情都俾阿爸爸 surprise， 連結婚咩？楊叔叔，哎呦，按叫好冇？你要來亞裔示範呐，同乜人？係唔係你錄的？
来等下过去啊。小海记，强家向所长，我男朋友。阿爸，爸没好，我係妮妮。李燕，恭喜哦！来，大家来坐，根本嘅攀起身呢。來啊！是啊。起碼喺度，先報警啊！唐講喺事前已經動槍動厲害嘅，咁喺山頂洞啦。用誒不是就用靠譜椅子咁慣嘅。身高789誒，八公公吼愛搬走啦。八公，唔免無想愛搬我，錯冇。你講嘅人生就係安容，愛有錢。好好講嘢，真係